第9章，原来正约有礼拜的条例，甲俗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污秽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内面有灯台、桌甲陈设饼。第二个帐的后面，阁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内有堆玛纳的金罐，甲阿伦布过眼的管仔，各2块约板。柜的顶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形，搭着时运做。这几项我现在袂话一项一项详细讲。这个物件既然是安尼招备，正祭司就常常入头一层的帐幕，行拜上帝的礼。到伫第2层帐幕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摆家己入去，无带血为家己甲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这个指明，头一层帐幕游园船的时阵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迄个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甲祭物，就着良心讲，拢袂为互礼拜的人得到完全。这个事连迄个啉食煮饭洗清气的规矩，拢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明定到进行的时阵为止。总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迄个更大更招备的帐幕，毋是人手所做的，也毋是属伫这个世界，并且无用山羊甲牛仔的血，就是用家己的血，只有一摆进入圣所，真做永远赎罪的事。若是山羊甲公牛的血，佮母牛仔的血，绣伫无清气的人身顶，尚请互人真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家己无瑕无疵献互上帝。伊的血减无搁较为清气恁的心，除去恁的死刑，互恁侍奉迄个永生的上帝吗？为这个，伊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既然受死赎了人伫正约的时所犯的过犯，搁较互蒙掉的人得到所应允永远的产业。凡若有违命，的确着等到留违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违命才有效力。若是留违命的还伫的，迄个违命也有路用吗？所以正约也毋是无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，将逐项诫命传互众百姓，就摕朱红色的羊甲牛切草，将牛仔、山羊的血甲水绣伫册顶，搁绣伫众百姓的身顶，讲这个血就是上帝甲恁立约的凭据。伊搁照样将血绣伫帐幕甲逐项器具的顶面，照着律法，凡若物差不多拢是用血清气的，若无流血，罪就袂得赦免。照着天顶的样式做的物件，的确着用这个祭物去清气。总是迄个天顶的分泌，自然着用敬美的祭物去清气。因为基督并毋是进入人的手所做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的圣所的影像，就是入天堂。如今咱显现伫神的面前，
也毋是侪摆将家己献上，亲像迄个大祭司每年带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安尼，伊对创世以来就的确侪摆受苦，总是现今伫末世显现一摆，将家己献做祭，通拄去做，照着明定，人人拢有一摆死，死后阁有审判。亲像安尼，基督既然一摆受献，担当侪人的罪，将来要向迄个听候伊的人第二摆显现，阁甲罪无关，就是为拯救因。